나나 수다 되는데 남아랭게 상황을이야这西边个甚至说的差不多那么，首先要问候大家，扎西德勒。送去我们做黄的呀，那么，开始课程之前，记得加皮语的呀，那么大部分僧众们各位都是在印度尼泊尔。大大的年的了呀，那么主要是这个疫情投资不是难怪的，开始是来一些的什么程度，要很好的多注意、多预防。那么，尤其各位在很多时候听说在印度尼泊尔，大家好像没有特别的有时候会比较轻忽对于这个疫情，所以我也比较担心各位的情况，所以希望僧众们，那么你们能够尽量的多照顾好自己就是疫情要多注意，做好这个防疫。那么昨天呢，这个我的摄影机不听话，所以只好这个昨天就结束课程了。那么所以今天呢，要把昨天的部分接续着讲完。那么在我们说吐蕃这个赞普时代结束之后呢，这个吐蕃就分裂了。那么在那个之后，这个中国的历史文献当中呢，那么在唐朝的时候，在很多中国历史文献当中，那么会称这个西藏叫吐蕃，那这个是一个音译就是“婆”的一个音译，所以在敦煌的一些文献当中就有一个部是这个汉藏的一个对照的文字里面就很清楚有这样记载。总之呢，当时在唐朝的文献大部分还是用吐蕃讲西藏，称西藏为吐蕃，但是应该在那个之后，宋明之后呢，就比较少再用这些吐蕃的这个名称，而多是称西藏为乌藏，或者这里中文翻乌斯藏或者卫藏。所以呢，当时永乐皇帝就是从乌斯藏就是卫藏迎请法王德兴谢巴，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时文献是这么写着的。总之呢，德兴谢巴就到了这个中国，然后也为当时的中国的皇帝永乐皇帝他的父母举办了这个广大的超荐。那么，尤其中国文化当中呢，很注重这个对于父母的这种孝顺、这种礼数，所以因此呢，特别迎请德兴谢巴前来为他的父母做这样的超荐所以也被认为是这个尽孝道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圆满了一个尽孝道的这样一件事情。那么不仅如此呢，永乐皇帝呢之后也跟德兴谢巴针对这个这是西藏的这个治理做了更多的一些讨论。那这部分其实昨天稍微有提到过了。总之呢，最开始永乐皇帝的想法是什么呢？是希望呢德兴谢巴能够像蒙古，就是元朝那个时期的八思巴尊者一样能够希望永乐皇帝跟他一样，能够承担负起这种政治上治理这个西藏的责任。事实上，当时元朝皇帝呢，忽必烈呢，
就册封这个八思巴为大宝法王。所以呢，之后永乐皇帝稍微在前面又加了一些像如来，但是呢，还是就颁给德兴谢巴有大宝法王、如来大宝法王这样的称号，所以会册封给德兴谢巴大宝法王、如来大宝法王这个名号，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永乐皇帝希望他能够就像是元朝时候的八思巴尊者一样。但是呢，这个第五世法王德兴谢巴，他对于这些政治的责任是并没有任何兴趣的。他甚至还跟永乐皇帝说，如果像是当时元朝还出兵攻打这个西藏，那么所以如果明朝他跟永乐皇帝说，如果你们也出兵这样攻打西藏的话，这将会造成这个藏族人民很大的痛苦，带来很大的痛苦的。同时呢，德兴谢巴还提到，这个西藏佛教有不同的派别，这是很好的，因为这才能够满足人们各自不同的需求。甚至他还希望这个永乐皇帝能够呢册封呢其他教派的那些宗教领袖，还有各地区的首领给予他们地位和封号。所以之后呢，也真的德兴谢巴回到了藏地这个西藏之后永乐皇帝也真给予这些封号了。那么，所以之后呢，当时明朝也迎请宗喀巴大师到中国，但他没有办法去，所以呢就派了代表。所以总之呢，之后皇帝也册封了像格鲁派的这些领袖叫大慈法王，还有对于萨迦派的领袖叫大乘法王等等。还有永乐皇帝之后的这些历代的明朝皇帝也都有这样子给予这些西藏的宗教领袖还有各个首领封号的这种一种传统。所以呢可以看到，可以说这都是因为当时德兴谢巴他对于皇帝的这种建议的一个影响我想这样说是德兴谢巴的恩德，应该也是不为过的。还有呢，永乐皇帝也在这个德兴谢巴的一个建议之下，当时德兴谢巴在南京就跟永乐皇帝的建议，那永乐皇帝也因此呢多次的大赦天下。总之呢，可以看到，就是德兴谢巴有他对于众生的这种关爱是非常的广大的，他也实际做到了很多这样的一些行为。那么，德兴谢巴的前世噶玛巴就是若佩多杰。当时圆寂前呢，他做了一个授记。他就授记说，在这个山上的一个比丘圆寂之后，如果这个就说他的如果能够火化他的，让他的身体火化的话，那么他在来世，那么这个明朝的军队呢，就不会有明朝派兵的这种危险，有这样的授记。还有简敦港巴的一个大堪布，叫做苏纳姆桑波，他也对于德兴谢巴一个赞文，他也写了这样一个赞颂文。他对于德兴谢巴一个礼敬这里大意是说，
这个若贝多杰的转世就是德行谢巴，他利无量的众生，帮助众生从恐惧中出离，那么成就广大的这个善行，那么这一位就是德行谢巴。所以你看，这并不是冈仓噶举的这位上师所写，而是由点敦冈巴这位大堪布所写的赞文。所以由于以上这些原因，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德行谢巴呢，他在这个中国有很大的佛心事业之后，回到了西藏。那么当时也受到藏地很多的这些大师们的邀请啊，来到很多的前往他们的寺院。那么当时呢，那么3届的法王，也就是宗喀巴大师呢，也写信致信给德行谢巴。那这封信的大意呢是什么呢？那这封信在这个宗喀巴大师的教言集当中有收录。这个信的很长，但是呢，这里我截录其中的几句。也就是大意是说，这个释迦教法的弘扬，没有比你更能够承担起这样责任的一个人了。所以也不需要我再向您请求祈请，而是您就这样子的做到了广弘佛教。随着宗喀巴大这封信呢，还有呢，他向德行谢巴供上了热振寺的这是一个所依哦。那么一尊释迦佛像，但是这个坐姿像是弥勒菩萨的坐姿的这样一尊释迦牟尼佛的佛像，供养给德行谢巴。之后呢，第16世法王从西藏带到了这个隆德寺，所以也放在隆德寺的这个宝库当中。之后呢，还有萨迦派的一位大师荣敦谢恰根瑞，他也提到过说，在这么多的善知识和大师当中，那么他写了这样一个信说，这是他见到德行谢巴，觉得真的就是如佛降临世间一般。那当时巴乌祖拉成王有看过这样的信件。那么还有由德行谢巴的亲传弟子楚部的长杨千波撰写的一个法王传记当中有记载。当时呢，法王住在这个德行谢巴住在南京的时候，不仅仅是像皇帝啊，或者说皇亲国戚啊，还有这些不仅贵族，还有非常多的这些老百姓，像是汉族等等这些说不同语言的老百姓呢，前往这个去谒见法王。而且呢，当时法王在说法的时候呢，他的前后左右还安排着有4、5位的这个译师翻译，还有很多呢前往谒见这个法王的民众当中呢，许多是从很远的地方这样一步一拜的来谒见法王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种3步一拜的这种有这样子的传统就是3步一拜的这样来觐见法王。那么当时呢，法王就告诉他们要怎么修行呢？就告诉他们要多加行善，像是持诵佛菩萨的名号，然后也要他们发愿要断除杀生等等。那么这在这一部传记当中有提到。那这里附带我想提到一个，就是现在在中国的国家图书馆，那么珍藏了有一部呢是明代的，可以说是汉
佛教和这个版画的艺术交流，相互交流很重要的一个课本，叫做诸佛菩萨妙相名号经咒。那后来呢，他们有印刷复印，我给你们看一下，就是这一部，它叫做诸佛菩萨妙相名号经咒。那大部分这本书的文字是以汉文为主，还加上了兰扎体的这个梵文。那像现在尼泊尔的用的这个兰扎体的这个梵文，还加上藏文跟蒙文等等这样4种文字而写成的。同时呢，在头尾呢还有几篇汉文的这些篇章。那么主要的内容部分就是结合汉藏风格的这种佛菩萨的版画，还有名号，还有咒语这3个部分组成。那么当中呢，也有这个德兴谢巴的一个画像，也就是投影看到的，就是这个版画德兴谢巴。那么这本书呢，是印刷于明宣德6年，那么是1431年。那么是谁这个诗印的呢？就是出资去刊印的呢？是德兴谢巴的一个汉族弟子，叫做修基善助，他所出资然后来印刷的，在北京印刷的。那么在这本书它的前言呢，有汉文也有藏文。那么当时藏文当中提到的一些内容是汉文没有的，譬如说里面有一句话说：“又刻印西来大宝法王所传诸佛菩萨之相等佛经和经咒，并广为散施，以利一切有情众生。”所以总之呢，在这本书当中呢的很多这些佛菩萨的这些版画呢，它是结合了汉藏的这样一个风格而绘制的，所以特别对于历史版画还有这个还有藏传佛教是如何传到了这个东方，那么等等那这本书是很重要的一个可以值得研究的一部重要的真本。同样呢，还有另外一个历史的文献和这本书一样的重要的，也是明朝的一本书，叫《四有斋从书》。那么这里面提到了一段，那么就是当时呢，大意是说，当时德兴谢巴在灵谷寺呢举办了大的法会之后，那么当时有实现很多的瑞相嘛，那么譬如说在天空中可以听到各种梵拜空乐音乐，那么很多人都听到了。那么当时呢，这些大臣们呢就跟这个去觐见皇上。那么当时呢，就有一个学士大学士，他叫做胡广等等，这些大学士呢就前去上表。当时呢，他们就写了一个歌颂，叫做《献圣孝瑞印歌颂》。那么从那个之后呢，那么当时因为法会之后，这个皇帝呢也对于德兴谢巴对于佛法更加的相信，更加的信任，所以他也更加的潜心去学习各种的佛经论点。
而且呢，他就把很多的这些经典呢编为这个佛曲，然后编了这个佛曲然后让在大众在宫中去歌舞去唱诵。在永乐的17年呢，这个叫御制的佛曲成，就是这个皇帝所创作这个佛曲大部分完成了，然后就刊印，然后传给大众。在9月12日，然后在这个大报恩寺，他就将他撰写的这个佛曲，还有这些配合这个佛经呢，就在大报恩寺这里面去，可以说公开。同时还有一个地方叫淮安，然后在这个地方呢，也将这个佛曲呢，在这个地方去可以说广传出去。之后在隔年的5月16日呢，他就命这个叫礼部尚书叫吕震，还有另外一位叫王章基，这2位这个官员呢，总之到这个陕西跟河南呢，去可以说传扬他所编的这个佛曲。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这个永乐皇帝，他是对佛法是非常有信心的，所以就连他的王妃呢，也都对这个佛法非常的相信跟恭敬。所以呢，他们就在这个南京呢，城内外呢，就建立了非常多的这个梵刹，就是建立非常多的寺院。所以看到这一段这个历史呢，和刚刚这里给你们看的这个投影出来的这些书籍，所以看得出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典籍。所以像这个，所以永乐皇帝当时呢，就把这样子的这个叫做诸佛菩萨庙上名号经咒，然后编上了这样的佛曲在广为散施那么这里面有提到说一个佛曲有没有？或者这里说叫法音藏文是法音，也就是佛曲。那还记得之前有提到噶玛巴西的时候呢，他到各地他都会顶戴这个黑宝冠，有举办这样的仪式，然后呢还会让大众唱诵6字大明咒，所以在很多历史文献中有这样记载。所以从第2世噶玛巴西开始，一直到后面历代噶玛巴都持续着这个传统。当噶玛巴在这个举办黑宝冠仪式的时候，都会唱诵6字大明咒。但是到了第16世噶玛巴的时候，只会吹奏这个叫做唢呐呀，还有施奏乐器，那么就没有再唱6字大明咒这样的传统。但你可以看到，过去的话，历代噶玛巴在黑宝冠仪式的时候，主要是唱诵6字大明咒的。所以刚刚前面四有斋丛书当中有提到这个预制这个佛曲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跟第2世噶玛巴传承下来的这个6字大明咒的乐曲音乐唱调可能是有关系的。总之呢，当时很多人呢就对德兴谢巴他到南京之后实现的各种的这些瑞相也好，这些事情呢非常的有信心。那么尤其在举办这个超荐大普度的时候，法会的上也会实现这么多的瑞相，所以很多老百姓呢
都对他升起了信心。所以很多人汉族当时的老百姓就开始每天没日没夜的念六字大明咒 Om Mani Padme Hum。那么当时呢，很多的儒生呢，他们呢不是那么喜欢佛教，所以呢，他们就背地里在那说，那里听说有一个什么法王，他听说他有神通，如果那根本不用念吗？那你不用念他，你不用念六字大明咒去祈请他，他有神通的话呢，那他都知道你在想什么，根本不用念他。事实上呢，这个那些儒生就说：“你别这样念，干脆就念成的俺就是我嘛，把你哄骗啊，把你哄。”就像现在英文有时候大家会笑说 "Oh money pay me home" 一样了。总之，当时这些儒生呢，就是把它改成说俺把你哄，就是我呢把你给骗了。那些儒生说还不如就把 Om Mani Padme Hum 改成这样来念吧。甚至呢，当时有一些记载说，这个皇宫当中的这些护卫，他们呢，甚至都日夜都在念诵 Om Mani Padme Hum 六字大明咒，所以最后连永乐皇帝都受不了，都斥责他们了。就是大概这些士兵护卫呢，不好好这些守护反而在那边一直念咒持咒所以可能后来也被这个永乐皇帝给骂了。这在这些一些文献当中有这样记载着。所以总之呢，当时就许多跟德兴谢巴相关的这些故事那么这里对噶玛巴跟六字大明咒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那六字大明咒不是观音菩萨的这个咒语吗？跟噶玛巴又是什么关系呢？那这要讲到这，就要看回到现在的投影，就是刚刚的这一个诸佛菩萨妙相名号经咒当中，就有画出这个有63尊的这个佛菩萨。其中的第26尊很特别，画的就是德兴谢巴，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我投影出来的这个德兴谢巴的画像版画它首先第一行呢是中文，然后后面是兰扎体的梵文，然后再来最下面是这个是蒙古文。那么中文当中写了什么呢？噶利玛上师及大宝法王心咒 Om Mani Padme Hum， 但藏文当中没有写那么清楚，中文呢写得很清楚。所以因为有这样子写你可以看到当时呢，如果要祈请这个噶玛巴的时候，还没有所谓念噶玛巴千诺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他们会说噶玛巴，听说噶玛巴是观音菩萨的化身，所以呢就会祈请噶玛巴的时候就会变成是念六字大明咒，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种传统，那当然因为噶玛巴西的时候就很提倡念六字大明咒吧，所以第五世德兴谢巴他也因此大家见到他就会念六字大明咒，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因缘。总之呢，那时候在祈请噶玛巴念的是 Om Mani Padme Hum， 所以也加上了这个永乐皇帝的他的这种信仰的力量。那么总之六字大明咒呢，在这个这个当时南京在这个汉地老百姓当中是大家都开始在念的。所以因为有这样子写你可以看到就我投影出来的这个刚刚的这个诸佛菩萨妙相名号经咒当中就有画出这个有63尊的这个佛菩萨。其中的第26尊很特别，画的就是德兴谢巴。所以因为有这样子写你可以看到就我投影出来的这个刚刚的这个诸佛菩萨妙相名号经咒当中就有画出这个有63尊的这个佛菩萨。
所以我想这是最开始这个汉族跟六字大明州最早结下姻缘，就是那个时候开始。所以总之在永乐皇帝之后，可以说历代明朝的皇帝就特别的护持佛教，像是明宣宗，就是永乐之后的皇帝。那么他也当时据说他在位的时候，北京呢就有藏传的僧人就有1000人。还有明英宗呢，还特别呢，为了要供养这个藏族僧众斋饭，所以呢，还特别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地方，特别是供斋的地方。还有明孝宗的时候，那么也特别会迎请这些藏传佛教的僧众那么来到这个来修法。再来还有一位叫明武宗，那他就是迎请敏觉多杰的那位皇帝。那么他自己不仅对于藏传佛教非常有兴趣、有信心，他自己也会讲藏语，甚至呢他还穿上了这个藏传的僧服等等那他的这部分的故事，我们在之后提到敏觉多杰去跟明武宗的那一段的时候再讲。那么德钦谢巴在灵谷寺起建这样的大的法会之后，那想要去安静，所以就到了五台山。那么就像昨天有提到，他当时是住在五台山当中的显通寺，而且当时永乐皇帝为了让他准备他更好的休憩地方，就还修建了显通寺，还有当中的这个阿育王的塔。那么这个大概是藏传佛教呢，在这个汉地可以说在中国第一座的这个可以说这样的寺院吧。那之后还有这个大慈法王大乘法王，之后他们也到了这个五台山。所以这个五台山很特别，它不仅是这个四大名山就是四大菩萨的这个四大名山，五台山呢就是文殊菩萨的这样一个圣地。它不仅仅是这样子，它更是呢，而且是这个汉藏民族还有这些佛教徒都会聚集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圣地。还有当时呢明朝的首都在北京那么在北京的很多市集当中都会看到有在贩卖这个藏族的藏传佛教的佛像还有甚至头盖骨还有这个叫做念珠等等。当时大概很多人买这个头盖骨，那头盖骨哪可以得到呢？那当然就是得到坟场里面才拿得到嘛。所以当时为了这样，很多的坟这个墓都被挖了，因为当时因为这个中国文化是不可以这样子去盗墓的嘛，所以呢很多人因此还被抓。总之呢，从这些记录可以看到呢，当时整个这个明朝各个地方，中国都是对佛法是非常有信心，尤其对藏传佛教。总之呢，你看到的新谢巴呢，它在这个中国呢，可以算起来最多整个加起来也只有2年，但是影响是非常的大的，而且他的弟子们之后呢，也承担起继续弘扬佛法的责任举例来说，其中一位是迎请德兴谢巴的被派遣去迎请的其中一个人，他是叫做智光和尚。后来呢，他自己也修行非常好，那么他就成为当时汉藏之间很重要的一位
翻译家，一位译师。另外还有一位这个汉藏之间重要的一位翻译译师，也就是和德西谢巴都跟随他一直在南京的。后来呢，他也随着德西谢巴回到了西藏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呢，而且他也跟随德西谢巴学到很多法，他叫做班丹扎西，班丹扎氏这样子。他呢，后来就是在明朝当中非常出名的这样子，双向都可以做翻译的这样子的，就是汉藏文相互翻译的这样一位著名的大医师。后来呢，德兴谢巴也教导他这个六法等的很多的口诀哦。他后来就在这个中国。回到中国呢，然后也立了非常多的人，甚至让很多的这些大臣呢总之让臣民全部都成为佛教徒。所以后来这个明英宗的时候，还赐给他一个叫西天佛子的这样一个封号。那另外还有德兴谢巴的。上面两位刚谈到是出家众，他弟子当中还有一位很出名的在家众的弟子，就是在永乐时期呢，永乐皇帝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位，永乐皇帝的一位最重要的一位这个臣子哦，也就是七次下西洋的。也就是这个郑和他在就是这位七次下西洋的这个太监郑和，他是在这个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人，那就是这一位投影出来的。他就是一位太监他是叫太监郑和。那怎么知道他是佛教徒呢？很多一些文献说他是回教徒，但是呢，在明朝明初的时候出版的一个叫做《居士戒经》，有这样的一部经典，里面说到什么呢？其中提到说，在大明时候，对于佛教有信仰的一位大臣，就叫做郑和，他的法名叫做索南扎西。那么他曾带领这个军队还有船队然后等等，有这样的一些内容。大意是说呢，那么他曾7次的，就是下西洋。那在当时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出海都是非常的危险。当时出海的时候，这里记载说他都会祈请这个三宝，也因此呢，他都非常顺利的能够达成任务回来。那他也总是想着说，这都是三宝的恩德，所以呢，他也常常做供养，去注印经书等等，有这样一段记录。在同样一部著作当中，还提到说，在永乐5年3月11日的时候，当时呢，他印制了一套佛经，也放到了这个灵谷寺。之后一直到宣德6年，他总共印制了10次的甘珠尔，而且将这些呢，佛经、大藏经就分送到当时呢各地的重要的一些出名的佛寺。
之后呢，在永乐5年的时候的3月11日，然后册封德兴谢巴这个法王的称号。那么，后来呢，也刚好郑和也去了灵谷寺，那德兴谢巴也在灵谷寺，所以这段记录就知道说，就是那个时间点是一样的，所以知道说郑和他是有见过德兴谢巴的。还有呢，在噶举的一个文献当中，也很清楚的提到说，郑和是佛教徒的这样的一段记录哦。那这是我曾经看到过，但现在还找不到。那就是中间这一位，我现在给大家看投影，他就是郑和，他也曾经到斯里兰卡过，他也迎请回佛牙，从斯里兰卡迎请回这个佛牙，然后供养给这个皇帝。后来呢，皇帝呢用这个金纸啊，把这个佛牙包好之后，还供养给这个德兴谢巴。所以可以看到，这个郑和他也是跟佛教关系也是很紧密的。所以上面说了许多这些一些故事，或者说这样的一些这些记录哦。所以像是在这个清凉山志，还有像这五台山志当中，在对于德兴谢巴的一些记录当中是怎么写的呢？都会写到他是淡泊名利的，还有呢，他的这个发心是非常的广大的。那么同时在汉地呢，是让每个人广为人知的，名闻整个汉地的中国的。所以总之呢，第5是法王德兴谢巴，因为他，所以这个藏传佛教能够在这个汉族当中啊，能够广大的弘扬开来，可以说他是最主要，也可以说是第一位这么做到的这位大师。因为可以说在他之前，当然元朝的时候，我们说许多的藏传大师有到这个中国去，但是呢，大部分当时能够见到这些藏传大师的人都是这个蒙古族的。那么当时这些，所以大部分都是这些皇亲贵族，都是蒙古人，只有在皇宫里面，他们有能够见到这样的大师，藏传的大师，学到藏传佛教，但并没有真的传到这样子的老百姓当中去。那么德兴谢巴呢，他在看到他在这个中国让大家认识到藏传佛教，不仅是这样子，那么这在他同时回到西藏之后，也把许多中国文化还有中国的东西哦，有带回到西藏，像是噶玛噶拉。那么昨天有跟大家说，现在收藏在西藏博物馆里面的一些东西，另外还有噶玛噶拉、噶玛噶吉等等等等，有许多，就是都是很多很多珍贵的，当时从这个明朝那时候供养给他或者他带回来的这些珍贵的东西。那这是一个，比如说其中还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瓷碗，
茶碗等等哦。还有现在许多博物馆当中呢，还有当时的，如果有这么一个叫做伽马的这样子的一个瓷碗的话，或者茶碗的话，就哇，这就很了不起。还有在像应该是拍卖的时候，或者如果拍卖的东西是明朝时候的，跟这个伽马巴有关的这样子的瓷器的话呢，就卖的特别贵。像举个例子，前几年有一个就是有一幅唐卡是这个绣的唐卡哦，它应该是这个红岩模的这样子红阎罗王的一个刺绣唐卡，应该是第15世噶玛巴他赠送给锡金的国王的一幅唐卡。后来呢，这个锡金的国王他就送给了他外国的一个朋友。后来呢，就在这个拍卖的时候，就拍卖了这幅唐卡。这个唐卡非常的大，好像是美金拍卖了480万还是4800万，总之呢，卖的非常的贵。那当时呢，我旁边的人就说，这个锡金的国王真的是笨，当时不要送人留下来的话，那现在可值钱了。所以我想大概这个德兴谢巴的部分就讲到这里了。那么德兴谢巴之后，我们之后有第6世、第7世，这些就不用特别再说，去细说他们跟这些明朝的关系。那我们先休息一下。那么回来之后呢，就直接讲到米觉多姐哦，她当时是怎么被明朝皇帝迎请到这个中国去的。那么接下来要讲的是第8世法王的内容。那么主要讲的主角应该是米觉多姐哦，所以现在要讲他。就是我们之前有谈到说米觉多姐呢有被这个中国的皇帝迎请。那么之前有提到说，他首先被丽江土司所迎请，那么就在同的之后的那一年呢，隔年呢，就在被丽江土司迎请的隔年，就被这个明朝的皇帝所迎请。那么也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迎请米觉多姐的这位明朝的皇帝他长的样子。他是明朝的第11位皇帝哦，他叫正德帝。明武宗朱厚照。就是他的就是明武宗朱厚照。那么他出生是1491年10月27，然后到1521年4月20。那么曾经呢，第7世噶玛巴却扎贾所曾说，那么我的转世呢，如果噶玛巴只有一位的话，可能无法使佛教广弘哦，因此需要有2位噶玛巴。所以有这样的一个预言。而在当时呢，
也流传的一个说法，说这个正德帝哦，他就是噶玛巴的一个化身。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在米居多杰他在多闻山写的这个自传当中也有提到，却扎嘉措云：卫护占卜教，同时化帝王与其共进身，不依立弘教难调着实恶，故将同时现施主于共进，能护佛教业。顺此正德帝，故作此宣说，正乃噶玛巴。那么当时这一段就是米居多杰说呢，确扎嘉措曾经就说，未来呢我会有2个化身，一个呢是化身为一个施主，一个是化身为供养的对境，就是上师，那就是共敬。上师指的就是米居多杰，施主指的是谁呢？就是这个正德帝。而且正德帝呢，他自己也说正乃噶玛巴，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在西元1505年，这一年就是第8世法王诞生那一年，而且也就是正德帝他登基的那一年。总之呢，这位正德帝呢，他对很多宗教，不仅是佛教都有兴趣，像对回教他也有兴趣，特别他是对藏传佛教非常有兴趣。他甚至自称为大庆法王，藏文叫仁谦巴年，他给他自己这样一个法名，甚至呢还自己刻了印。不仅这个样子哦，那么他就像我之前提到过，他也学了这个藏语，而且呢他还身穿这个西藏的上师的僧服，头戴黑冠。然后他就说正乃噶玛巴也，这样子，有这样的一些历史记录。但是呢，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这重点不在于他是不是真的是噶玛巴哦。总之有这样的一段这个历史的记录。那么总之就像之前谈到，从法王德钦谢巴之后，那么历代噶玛巴和明朝皇帝之间就经常会互派信使、使臣，然后相互的供养。尤其在第8世噶玛巴的时候，这个正德帝哦，曾经就说过，他说在西方有一位阿弥陀佛的这个化身，他因为为了我而降生，因此呢需要迎请他到中国。所以当时皇帝呢就下旨哦，要令一位叫做这个刘允的太监，同时还在刘允太监之下还有4个小太监。那这4位小太监属下又各自又有10位将军，每位将军又领兵有2-3千众，然后还有这种接位的4位上师，然后同时每位这样的上师又有汉僧，带着汉僧哦，有100位汉僧，然后还有各种金银珍宝制成的贡品、茶碗器具，还有像衣饰啊、坐垫等等。总之，携带着这个贡品有几百箱这样子的贡品，另外还有无数的茶叶啊、绸缎、檀木等等的贡品。然后这么多东西需要有人抬着吗？所以还有很多的这些叫差役啊，还有很多的护卫，这个护送。总之呢，迎请队伍有7万人，有这样的一个记录。真正是不是这么多人不知道，但这是在西藏的一个文献中是这样记载着。那么在这里呢，这里说太监呢，藏文叫牛绒宝，就是太监，指的就是在后妃身边的就是指宦官。
那么同样在米居多杰的一个自传当中也有提到，皇帝说呢，这个太阳落下之方向，阿弥陀佛的化身，为了利于我，投身为名为噶玛巴者，应被引请至皇宫。总之，他就派遣了人，皇帝就派遣了人去迎请。那同样这样一段历史，那么在这个明朝当中又是怎么样记录着呢？这我觉得我们也应该要知道，不然我们藏族是这个写的好像很厉害、很了不起哦，在历史文献里面。但是呢，是不是真的从这个中国的历史当中来看，是不是真的这个样子？很多时候写的并不一样。所以如果相互都能够知道汉藏之间的这个历史文献都知道的话，就很重要。就能够更清楚，可能对于历史情况更清楚。同样还有一部叫所以在明朝的一个叫《明实录》当中呢，就有这样一段记载啊。他说，当时呢，这个皇帝身边亲近的人就对皇上说，有西域的一个胡僧可以知晓前生、今生和来生。那我想这里这样子来形容，或者指的就是因为他是杜松浅吧，杜松浅就遍知三世嘛的转世，所以这样形容他。接着呢，这些人说，当皇上当地的人，那么就称这位僧人为活佛。那于是呢，这个皇上就下旨要调查。那么他派的是谁呢？哦，对不起，问的人就跟法王报告的人是谁？跟皇上报告的人是谁呢？就是第七世法王的一个弟子，叫做他就是叫国西，应该是第七世法王就派他去这个中国，所以当时呢，这个中国皇帝还不相信他，还把他这个关到了这个牢里面去，关了几天。后来呢，皇上才相信哦，他真的是缺差者所派来的，所以就问了他。那么这个董藏国师呢，就跟这个皇上报告。所以这里《明实录》说，当时身边亲近的人是指的就是这个董藏国师，第七世法王的弟子，他这样的报告。那接着回到这《明实录》怎么写的呢？就当时呢，皇上听完之后呢，就下旨呢调查永乐、宣德年间哦，然后邓承、侯显奉命出使的这件事情。啊，对不起，这是总之这个时候这位皇帝他就下旨去调查他之前的皇帝永乐、宣德的时候，不是派了像邓承啊、侯显奉命出使去迎请这个噶玛巴的事情。然后当时记录说，调查知道说，当时是以许多珠串，还有装饰床，以黄金制成，其供赐予法王金印袈裟，并赐予其随行徒众数目极大的巨资。所以你看，那时候真的是有这样子带好多的贡品去供养给为了迎请，而且不只是对法王，而且呢，甚至是对法王身边的人都供养。那接着说，官府内库的黄金因此而洁净。所以你看，这次在中国历史也是这么写的。那不然总是藏族这个历史里面有时候会写到说，哦，那内库的就是官府这个宝库中的黄金因此都洁净了。接着呢，皇帝就命令刘允以10年作为往返的期程，等等啊，有这样的一段记载。那么跟米值多杰相关的这个藏传的文献中又是怎么写呢？首先这里
这里藏传文献里面提到说，西藏文献里面提到说，这位刘允呢，这位宦官其实他是不信仰佛教的，但是呢，是皇帝的诏令嘛，他也不得不从，他就必须这个使命必达。所以当时他想说，不管怎么样，反正呢，我会带很多兵去。所以呢，他从一开始就有想法说，如果迎请不到，他就会要派兵了，强制去迎请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一开始这个发心就不是很好。所以当时就记载说，他带领了大概有兵力，加上这些所有的人加起来，还有加上兵力有7万人。7万人，这可能听起来不太可思议，但这个数字在很多文献中都这么写，在米芝多杰自传中，在包兹洛成瓦的贤者喜宴当中都有这样写到，所以这里我也写到是7万人。所以当时这些7万就先到了这米亚这个地方的叫冉冈的时候，那这个太监呢，刘允呢，他也就先留在这里。他们就没有再往西藏去走，因为他们觉得这样也会这个打扰到西藏，因为这么多人嘛。然后另外呢，可能这个太监他其实也不太想去，所以因为据说他其实一路上在那边吃喝玩乐，他其实很开心。他就如果还要到这个西藏高原去，他大概也觉得太累了，所以他就留在当地，然后派人去这个西藏。去迎请噶玛巴，那他反而是很这个悠哉就留在了这个冉冈这个地方。大概是派了好多次人去遣信给这个噶玛巴，要迎请，但是呢，无论派多少次人来迎请，米觉多杰呢都没有任何的回复。最后呢，这个太监实在受不了，他1520年他就亲自前往这个大营去迎请，他没有带所有人，大概带了据说是1万人去。他第一天，这个大臣他亲自，这个太监啊，他亲自去见米觉多杰，献上了哈达。第2天呢，他就这个皇帝的诏令也抵达了。那么因为皇帝的诏令如果来了的话，那么噶谦大营当中应该要如何去接旨哦？那么在噶谦大营当中也有这么一个文字，就是说应该要怎么去接旨。所以总之米觉多杰按照着这个噶谦大营接旨的这些规矩哦，去接旨了。那么之后呢，又陆续的有这些妃子啊，还有皇太子啊，还有陆续的这些献贡的物品也献上。那么之后这些据说当时这些贡品呢，那么据说都后来陈列在这个噶谦大营的这个一些法会的这个大佛之前。但是第一次呢，接见使臣这个太监的米觉多杰就看到一些元气不好的征兆。那么尤其是在进关当中啊，他见到观音菩萨告诉他说：“哦，这个皇帝哦活不久了，他已经受尽了，所以你还是不要去。”他有这样一个禁关等等，他因为有这么许多的禁关，所以他就婉拒了，他就说我不去。但是呢，这个使臣哦，毕竟是皇帝的诏令嘛，如果这个请不到可不行，所以他就想尽办法要去请。他第一个办法就是他就贿赂了那个总管。当时大概米觉多杰大概10几岁吧，才11、12岁。所以总之呢，那个大臣呢，那个太监就贿赂了噶谦大营的总管，就反正就说好，你也帮忙
帮忙啊，然后这样子的话，我未来会给你一个官职，叫做国公吧的这样一个官职。总之呢，那总之他们两个人谈得很好，在西藏谚语就说好像那个凉粉加肉这么般的融洽哦，因为凉粉跟肉是很配的嘛。总之呢，他们两个人说好了，然后呢，那么如果这次没有成型的话呢，那么你都带了这么多几万人带来这个贡品哦，就要跟法王说，如果呢您不去的话呢，这个贡品呢就可要当做这个，你就拿不到的。他们就说好要这样子跟米觉多杰说。那么当时呢，噶钦里面有许多的这些重要人士哦，像是有蒋敦巴，有很多大师，像苏芒瓦，还有林笃斯、蒋默国师。总之呢，所有这些僧俗的重要人士都聚集在一起，就开了会。他们就说：“那该怎么办呢？啊，这一次噶玛巴应该是不会答应的，不会去的。那我们该怎么办？”那他们就说：“哎，别这样，我们应该要怎么说呢？我们应该回复说，未来呢，在一天良辰吉日的时候会去的。我们应该要这样子说。而且呢，那些供养还是要收的，收还是该收的，因为不收的话，那这个也不符合礼数的，所以是要收下。然后那些使臣呢，我们也给他们一些礼物，不要他们空手而回哦，他们也很辛苦，给他们一些礼物。然后也要给皇帝呢一封这个告示，就是以噶玛巴的名义回复一封信，然后这样子然后再把其他人遣回。那这样子呢，他们也不会被惩罚嘛，因为如果米觉多杰有这样一封信啊，那么这些迎请的人也好交代，至少带了一封信回去。那总之呢，大部分的迎请的人都回去了，但是要留下2位这个小太监继续迎请。当时，总之这些人就讨论之后有这样一个结论决议，他们就跟噶玛巴报告。那噶玛巴呢，后来也跟这个使臣就说，这次呢因缘是不具足了。那么为了避免你之后回去呢被责罚，所以呢我也会想办法帮你一下的。但这个使臣呢可完全不接受这个说法，他就只在那摇着头，就不行不行不行，大概是在说不行。因为这个使臣他内心其实觉得是一定请得到的，为什么我连总管都贿赂了嘛，所以他觉得是噶玛巴一定请得到的。第二呢，再加上呢，他再加上他这种贪功的这种心啊，我可把噶玛巴请到了，他有这种贪功的一个心啊，所以就故意这个面露不悦的脸色，就说就走了，你去不管你去还是不去，反正我就要派兵啊，把你这个藏康9州都派兵给灭了。说完呢，他就回到了这个大营的这个2个驿站外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去，他就走去了。当时那个总管他怎么样呢？他就跟法王报告说：“哎，那我现在也要这个护送他哦，所以呢我就跟他一起走了。”
他可能谁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要护送他？反正他们两个人都话说好了要。总之呢，他们俩就到外面去之后呢，这个使臣跟这个太监跟总管这里面密谋，他说不行，那我们可要使这个狠手段了，得一定给，就是我们派兵吧，可能用这样强硬的手段把米觉多杰请到这个请去。但是呢，他们这些谈话呢，后来还是被知道了。就是噶千大营中刚刚有一些这种像迦摩国师啊等等嘛，有人大概报告了吧，所以他们马上就把这个米觉多杰马上就秘密的就迎请到了卫藏。当时因为他们是在康区嘛，大营的时候是在康区，所以马上呢就把米觉多杰就请到这个卫藏。那这部分在这个自传米觉多自传中就提到说，他提到说，在他14岁的时候，这个皇帝就派了7万个使者，迎请我去这个当这个中国皇帝的国师，等等等等。왕면도 등이 티버 채바 대세 다게 내된 침비 오도베 고마 침비 시 거지 그냥 투예신데 칠러 로버 줄수다大概是那么，总之这一段是在说他14岁的时候，这个皇帝的使者到了，就告诉他说马上要去这个中国去。但是当时他就说了，他说我呢还年轻，那么我觉得我是根本没有这样的功德能够成为这个皇帝的这个善知识，而且呢，我也没有这样子的勇气，觉得我可以承担的。那为什么呢？对，这个大概就是我的业吧？怎么会有噶玛巴？这大概就是有了噶玛巴名号的一种业吧。总之呢，接着他说呢，我呢就只是具有噶玛巴的名号，我没有这样子的功德，也没有能够成为你这个中国皇帝的国师的善知识的功德，所以他就不断的祈请。虽然呢，我一再的这样祈请，但是还是被他们不断的要邀请，甚至强制的要将我带走。但我就很尽力的，比较这个严厉的跟他们说我不去。但后来最后这些使者呢就非常生气的就回去了。就这样一段这个自传有这样提到。总之呢，当时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总管，他不是好像在陪着这个太监，然后密谋说要这个使这个手段强硬手段，请米觉多杰到这个中国嘛，但是当时被知道了嘛，所以就把米觉多杰就送到了卫藏去了。这实在没办法，那这个太监怎么办呢？他就回去了。他回去之后怎么了呢？他还蛮惨的。他回去之后呢，碰到了强盗。那他不是带了一大堆东西吗？他出名了吗？大概就是因为太出名了，所以呢，那些强盗早就在那等着，而且是趁着晚上的时候全部都抢了，然后能杀的杀，能抢的抢。据说有100个人死亡，有100个这个兵也死亡，然后大部分的东西都被抢光了，所以剩下的那些呢，也都被这些自己人给分光了，所以最后呢，他什么都没有了。那这个太监他最后只剩下一个，他还有一个不错的马，所以他还给跑走了，所以他就到了成都。那么他到了成都之后呢，他就跟旁边的人说，绝对不可以跟别人说发生这件事，也不可以，当然不可以跟皇帝报告。
那如果被知道他是可惨了，可要砍头的。所以总之他就这样就回去了，到了北京，到了皇宫，他也这个有运气好，当时这个皇帝已经驾崩了，但是后来还是再有一个皇帝嘛。但这个后来的皇帝即位之后也知道啊，他当时这个没办成事，所以差一点就要取他性命。但后来还好，当时有另外一个大臣说情啊，为他说情，所以留下了一个性命。但是呢，被降职，所有头衔都被剥夺。然后他后来就变成是好像看顾这个花园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而已。另外呢，当时呢，总之那些广大的贡品呢，这个噶玛巴都没有收到，结果被强盗给抢走了，所以该供养也没供成。然后这个大臣又碰到了强盗，全部被抢劫一空，然后所有人也都逃散四处。然后这个皇帝也驾崩。不仅是这样子，而且当时呢，之后呢，也中国发生了很多的这些四大的这些灾难，所以当时呢，很多人就有一种说法，就是因为这个坏心的这个大臣呢，他没有很好的把该供养给噶玛巴的东西供养给他，所以呢，让噶玛巴不高兴了，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果报。所以据说当时就有流传说是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在自传当中又有提到类似的一段说法哦。那么这一段这个自传米觉多杰呢，他有提到这一段啊，他自己说，他说当时的皇帝呢，就是没多久之后呢就往生了。那么所以就算那时候我奉旨呢前往了，也是徒劳的。所以呢，事实上我也并非是有能力哦，而不奉诏，不是的。我实在是没有被奉召的，不具备堪能被奉召的这种能力，所以才不去的。所以无论皇帝您是否为这个化身噶玛巴化身啊，总之如果我有所得罪的话，还请宽宥。他有这样子的一段记载。总之刚刚说回去那个太监就很惨嘛，那个被贿赂的总管他下场如何呢？那个总管呢，最后呢他也是什么都没了，最后又回到这个工部的这个噶千大营。他本来就很喜欢这个贡品嘛，但结果他什么都没拿到，然后他就慢慢的就偷偷的就回到了这个工部，就是变得就很安静，就回到了工部，回到了大营。然后同时他也真的把内心他把他手上拿到的一点东西也就全部都供养给噶玛巴了。大概也就是那时候就是贿赂他的那些东西吧，大臣贿赂他的东西他也后来供养给噶玛巴了。所以外在看起来好像是这是一个很多人都说啊，被这个皇帝迎请当然应该去嘛，然后最后这个好像觉得说这噶玛巴不行，怎么会是这样一个结果，好像是失败收场，一个很多人会这样子说。然后再加上他供养也没拿到，然后呢这个使者呢也这么惨被抢，所以大家都很多议论纷纷，都觉得这是一个
阿玛巴不太行哦，他没有福气哦，所以他去不了。但实际上呢，我们应该要看到的就是说，这其实是一个法王的一个视线，一个解脱行传是在说什么？告诉我们，就不要贪着这些财富、这些名位的这样的一种解脱行传的一个实现。所以，他也并没有因为这样的一个就是因为是一个有权势的人告诉他怎么做，他就要这么做，或者说因为有很大的贡品引请我，所以我去，他都不是这样一个人。所以我们看到他从小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他是不容易被别人所这个影响的，不管对方是怎么样一个人，他自己非常的有原则。所以也是的，当然最后事后证明，也的确他没去是对的，因为最后这个皇帝也驾崩了，而且呢，在他之后的这个皇帝呢，也是对佛法是不信任的，对佛法是不相信的，所以后来呢，大家又说知道，就事后嘛，都知道才知道说，对，这个法王不去了，其实是对的。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在看这些很多祖师们的历史或者说他们的故事的时候，不要马上下一些论断去评断说这是对还是不对。因为呢，我们很多时候看的都是眼前的事情，像有的时候上师的一些行为，会觉得他为什么现在要这样子做？很多时候可能是不了解。但是如果我们有时候他这么做是可能10年，搞不好20年之后才会知道，原来他当时这么做的原因是这个呀。有的时候会是很远很久之后才会知道。所以当我们在说要真的看懂一位上师他的传记，真的是有的时候就是10年20年之后可能才了解。所以就像当时你看很多人就在说米珠多杰怎么会这样子做，但是你看我们如果在之后再看，甚至几十年几百年之后的人再看，才会知道他那时候的决定真的是了不起，他看到了我们看不到的事情，所以才做那样的决定等等。所以总之这一段你会看到是中国的皇帝有这样子的跟引请米觉多杰的一段的故事。那明天呢？这个要想一想再说，看明天要讲什么，不要一下说大话，现在就说明天要讲什么什么什么，但结果准备不了的话，那可惨了，那就又要头痛头昏晕眩。所以我现在还是想三思，想一下再讲。总之呢，这个今天就因为没有讲到这个自传，这个妙行自传也好，或者无比自赞，没有时间讲，所以总之明天呢会讲其中的某个颂文。那么如果有时间，明天可能会讲一下嘎谦大营，因为呢我这里是提到好多嘎谦大营，但是到底嘎谦大营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可能心中呢想不出，没有什么画面，嘎谦大营到底是什么，所以可能简单的一个介绍以后大家再听到嘎谦大营，大概就会有一个概念嘎谦大营是长这个样子的，内心中会有个画面，可能每天会讲一点嘎谦大营吧。那么大概就是这样，今天也就讲到这里。